说的是社会新闻前联合包鱼的董事长张文治进前查真个 TDR 尊证这个准托的凭证呢被起诉，报酬的得利超过4亿7千万。12号最高法院判伊30年5个月确定，验过后来就找无人啊，和检方发布通知。张文治因过到落跑的这个案例，所以讲呢，第2023年的10月呢，高院裁定伊必须挂这个电子的卡款，验过后来呢，这个监控期满。高院认讲，伊报道的状况正常，加保金到1亿，安尼伊就解除伊科技的监控限制。想要到判决确定过两天，张文治就无去派出所报道啊。香港头前派一卡细卡皮包啊，行入派出所。伊是前联一保险董事长张文治，涉嫌违反着洗钱加证交法，hom判30年5个月有期徒刑确定。每礼拜一、拜4到拜6，固定来派出所报到，验个章，说服警方找无人。中信被告遭法院判处重刑确定，经检察官调查认定其有逃往藏匿之情形，愿依法于今日发布通缉。张文治在民国99年非法查 TDR， 不法得到超过4亿7千万的新台票。2023年10月中，高院认定张文治勿起保监督去互通缉，佮用假护照走去到柬埔寨2摆，裁定伊要挂电子卡管监控。伊说伊大身情严重，申请改用电子手款核准。去年10月17，监控期满，高院判断张文治报道的状况正常，加2000万的保证金，有降低起保监督的可能。这个月10号早起，伊最后一摆报道，2天后判刑确定，长到找无人。检察官是发布通知。如果认为提高交保金就可以达到预防被告逃亡，可能就会解除科技监控；但如果被告不在乎交保金被没收，交保金就无法达到预防逃亡的效果了。高宝集团的总裁朱国营监管查股票判刑确定，伊这阵占到9个月，到打也是找无人。都惊将问题正做朱国营案件的翻版，检察官是全力对峙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